好了吗？好，大家平安哈。我们一起来看长春诗歌后面33首，33首。然后待会我们会唱33首跟32首哈。先33首，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哈。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弟兄大家，因为基督的听他主一做一回。还有吗？有吗？可以哈。好，拍谁哦？喂，拍谁？嘿，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来，都翻到了吗？后面的33首，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哈。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弟兄大家，因为基督的听谈，主一做一回，关心别人就是亲像照顾家己，因为咱是兄弟一个身躯。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弟兄大家，因为基督的听谈，主一做一回。再次从头，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弟兄大家，因为基督的听谈，主一做一回。关心别人就是亲像照顾家己，因为咱是兄弟一个身躯。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弟兄大家，因为基督的听谈，主一做一回。再次从头，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弟兄大家，因为基督的听谈，主一做一回。关心别人就是亲像照顾家己，因为咱是兄弟一个身躯。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弟兄大家，因为基督的听谈，主一做一回。我们来看旁边那一首哈，32首，你若勇猛主耶稣，咱要做主的工，传福音哈，我们都需要仰望神，求神给我们力量。你若勇猛主耶稣，主心里主爱民用，地球主应要稳定大更中，生活中的脚充满快乐。你若勇猛主耶稣，主心地主爱民用，地球主应要稳定大更中，生活中的脚充满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和华上帝，我们向你献上祈求跟感谢，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不管是工作的忙碌，以及在功课上的学习，我拢会当学习做好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者，也真做上帝你所赐好的囝儿、好的使徒、好的门徒，会当好好来仰望主耶稣基督。愿上帝你引带阮伫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学习新家人关怀的更多的功课，让我们在传递福音里面能够更有智慧。谢谢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也求神带领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以及每一位同工，都能够一起，无论在线上或者是在实体的聚会里面装备课程，都能够一起学习到如何将福音带到家人、带到自己的朋友身上，将福音带到有需要的人生命当中。谢谢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大家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17页哈。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讲这个
对教会有莫名的反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现代人的一些特征我们要传递福音给他们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那我们很多时候必须要了解我们这些新家人到底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他们的软弱在哪里，那到底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当他们接触福音的时候，当他们接触教会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幼鱼你一开始接触教会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蛮友善的，那你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你觉得教会跟教会这些人，他们除了友善，那他们友善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在传递什么讯息？不知道怎么讲，对不对？OK， 好 ，OK。那这个不知道怎么讲呢，往往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啦。你们觉得为什么？可能没有讲。对，重点是这个，可能没有讲就是说我们表达出那种善意，可是我们没有在传递讯息啦，这样懂不懂？这个就是教会比较常有的。那因为我们都把教会当作是我们来教会就是听牧师讲道嘛，对不对？然后来聚会嘛。可是我们不晓得说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什么。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会认为说，因为那是上帝要我来的，上帝要我们基督徒要去教会聚会，就这样。可是我们忘记，其实来教会的目的，这只是一个表象的一个事实，表象的实际，可是它不是最主要。是，是啥？想要上天堂。是，好。对。这是我对信徒的了解。你无来教会，你真的无机会。是，好。其实应该是这么讲，去教会只是一个过程，但重点是去到教会有没有认识到那位上帝，那才是重点你讲去教会就会上天堂吗？不，我知那个动机，但是那个方法，我在讲的就是说方法。我们现在在学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去到教会，不管是信徒或者是非信徒，到底去教会你要如何进天堂、进天国？你要如何进到上帝的怀抱里面？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信就得着。对。我就信我嘛不一定要去教会因信称义现在因信称义，就是讲我信，我就当进去。是。那个子安，那个另外一个麦克风帮我拿过来这边，拿过来这边。好，所以好，我们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谈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去到教会，我们为了要进天国，咱为着要入天国，咱期待讲到底我是不是当更较认捌这个上帝？但是咱拢停留在啥？我家己的心上，就是讲我一直感觉我到底会当入去无？我拢唔知影。大家一直伫遐咧，就是讲一直伫遐咧，感觉到底是持着怀疑呢，还是有没有信心呢？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啦但是我感觉我感觉会入天国袂入天国袂入天国都唔是咱会当决定的嘛。若唔是咱会当决定的，咱应该想讲，到底这个福音是什么？我有咧领受到无？我领受到这个福音，我要怎么样去分享出去？我觉得很简单没有那么困难，这种概念这种概念无遐困难。好我先小可来讲一下咱今仔日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教会有一种莫名的反感。我们来思考看看，现代人的一些特征，为什么他们会进到教会，会对教会有莫名的反感？我们来询问一下学生好了这个学生蛮好，蛮容易理解，因为我们都信主很久了幼宇，你觉得为什么有些人他对教会会有反感？你觉得会是什么？
对，谈宗教信仰，对不对？啊，为什么会有反感？我说的是反感。哦，进来以后好像就在传教了。好，譬如说你接触牧师，然后我就马上就说，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一定要怎么样，你就觉得好有压力。好像什么事情都要谈到耶稣。那如果这个牧师他都不谈耶稣，如果你跟这位牧师好了，假设牧师谈了5年、10年的朋友，他都不跟你谈耶稣，那你会不会觉得奇怪？这样懂了吗？好，就是说教会的人啊，一定会跟人家谈耶稣，但是他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一开始为什么人进到教会他会有反感，就是因为你在跟我传教。那怎么样不会让人家感觉？来，幼宇，假如什么样的方式不会让你有这种不会感觉反感的？什么方式的基督徒教会的信徒？不要限制行动。那哪方面？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什么叫限制行动？是什么行动？可是规矩呢？譬如说教会一个地方，不要说教会好了，进到一个场所，一定有它的规范。那个规范可能就是限制行动啊，不是吗？对不对？好，应该是说不要一直教我要干嘛，是这样吗？还是说，你可以再想看看，好不好？待会你再想看，我们再请你回答哈。那我们一起来探讨哈，在整个全世界里面呢，从18世纪，其实在很多的历史考察里面、考究里面，已经在很多年代就已经对基督教有不同的批评。那么我们一起来认识看看哈。那牧师考察到是某一个部分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当时候有很多的政治家跟哲学家，他们批评传统的基督教的教义，他们引发了一种主义，一种系列叫做世俗主义，叫做世俗的主义啊。就是说，就好像现在说，信仰为什么要讲得那么的严厉苛责？有没有？一定要怎么样？他们讲究的就是世俗主义。好，所以在18世纪的时候呢，导致当时候有很多的教会就关闭了，而有成千上万的牧师他们被驱逐出境。所以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很有名的叫做自由主义。第二种叫做共产主义，你有了解吗？所以为什么现在的还有对岸的中国还有这个共产主义？为什么他们最近新闻有报哈，他们云南有没有？云南清真寺，因在抗议，讲因将迄内底所有的这物件，迄个那像迄30-40年前咱的台湾同款。所以咱来知影，自由主义跟共产主义的哲学家，迄当时的真有名。好，包含这个马克思主义有听过吧？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啊，包含这个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东西自由主义的，所以当时候因就是批评基督教的教义，认为它是保守的，它是保守的，认为基督教教义是保守，而且是反民主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刚刚我们幼语有讲到了，我进到教会好像会被限制自由，所以讲究的就是什么？自由世俗的主义。好，那对圣经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当时候他们对圣经的理性分析，他们对批评产生了一种催生出叫做基督徒的自然神论。注意咱现在基督教的教会内底嘛有自然神论，顺其自然呐。你有听过无？有无？咱基督徒做这种讲顺其自然，我跟你讲，这就是有可能的是基督徒的自然神论。这种物件不是正确的，我要告诉各位，这不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另外一个，我们应该要理论他们是相信说耶稣的道德教义，但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超自然神性。我跟讲一摆加的自然神论，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超自然神性，
因讲究的是耶稣的道德教义。我们现在来想看看哦，现在基督徒有没有比较像是这样？不相信耶稣的神性，什么叫神性？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什么？来，想看嘛，心性，超自然的神性是啥？想看嘛，耶稣的故事内面有倒几项是超自然的？互死人搁活，有无？啊，互水变做酒，有无？互迄饼会当分过来，对，神迹的部分，包含以玛利亚怀孕的代志，拢是超自然的部分。所以要注意哦，基督徒如果我们认为神迹不可信，你会讲究的是道德教义，你要小心了。这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对基督教的福音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值得讨论的，也是值得好好去思考的。这就是18世纪来宾真有名的美国非常有名基督自然神论者哈，你们知道是谁吗？第3任美国总统，当时候第3任美国总统哈托马斯哈杰佛逊哈，他将这个新约圣经福音书的部分，他们引用成为神灵干预啊，那叫做奇迹干预的部分，伊拢给删除。哦，这是第3任的总统哦，美国的总统，所以你要了解哦，在整个历史里面哈，有这个历史过程哦，啊，但是咱做少人知影，对吧？咱真正做少人知影，所以当时候就生成了叫做杰佛逊圣经，好，我叫做杰佛逊圣经。所以自然神论的论述被称为美国独立宣言的哲学理论的基础。好，咱虽然因拢看因拢讲给圣经有无，但是其实因的背景是伫这种的背景下。那他们就是信他们那个。没错，没错，来了解哈。所以咱来了解这是自然神论了哦，不是完全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不见得都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在他们的国家不断的在发生，有没有发现？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部分。好，19世纪的哲学家尼采，好，可能有的人有听过尼采，基督教他培养了一种叫做压制人，他们认为压制人类意愿所拥有的欲望跟奴隶道德。好，他们认为基督教培养了一种压制人类意愿所产生的欲望奴隶道德，所以他们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反基督》这本册出来。19世纪的尼采，伊就是做出这本册叫《反基督》。尼采伊提出一种的理论，叫做反基督道德，来改进未来的事情，重新去评价所有的价值观。哦，马克思主义有听过无？马克思，我头先讲马克思对吧？伊是对资本主义批判产生的经济社会政治观的理论，所以俄国革命呢、中国革命跟其他的很多的近代的革命运动，拢是针对基督教的思想在做批判，因咧批判就是咧批判这啦，心性的部分，还了解无？好，所以咱来了解20世纪之后呢，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叫做伯特兰罗素，他就出了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这一本书。他对圣经从理性的角度到当时候的科学知识这基础进行批判。好，你有些快了解，这是历代从18世纪到20世纪所发生的代志。咱个倒转来看，咱今嘛咱咧讲现代人，因对教会有一种莫名的反感。恁听我头拄讲了吼，有发觉一项代志无？因的反感是啥？今麦人对教会的反感是啥？想看卖？现在疫情过后哈，这个网络 YouTube 越来越多教会的牧者的影片，讲道影片都 po 上去了。什么？你们想看看？我觉得就是对牧者讲道的内容、真理。我头拄有讲到，这16世纪因咧讲的拢是讲真理嘛。不管是神性还是理性，拢是针对真理，对跟唔对，这叫做真理，对吧？真理的断定的问题。所以咱了解我认为牧师咧讲的讲道内面有几项物件是啥物？到底是神的道理，还是人的道理？还了解无？
是人的真理，还是上帝的真理？可能最近的网络的那个影片都是其他好，偏向，跟他偏向人的吗？哦，嘛不一定，有一些呀。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真理很重要，但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谈，人传的是什么。我刚刚从一开始讲到说，新人新家人他进入教会，就像我们刚刚有弟兄说，他们不了解，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根本没在传啊，信徒没在传啊，信徒都在传什么？你来我这组啦，我这组较深色啊，伊组人敢若较济呢，我这组人敢若较少呢，敢若倒一个组较趣味呢。其实我感觉这拢基础，上重要的是咱的小组，咱咧做的活动，有咧讲福音无？有咧传福音无啦？了解无？唔是咧传讲，你讲的较对，我讲的唔对；伊讲的较对，我讲的唔对。我甲你讲，迄拢会真做，唔是上帝所意啊。所以咱来去了解到底是什么。好，咱这位来看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圣经节哈，马太福音第15章。马太福音第15章1到9节哈。翻到了吗？有哈，好来，我来读哈。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好，当时候为什么他们主张要吃饭的时候要洗手？因为那是一种礼仪，那是一种洁净卫生的概念。譬如说，他们要献祭，他们必须要怎么样？他们是要先洗手的。好，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却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好，这段话里面谈到几个重点。耶稣回答第3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人的遗传犯了上帝的诫命呢？”耶稣他很非常清楚哦。法利赛人问他们说：“你想让你们的门徒好像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啊？”然后呢，耶稣就反问回去，不是说洗手不能洗，不用洗手了。耶稣他在谈的是说，你们在讲话好像就那种恁问问题东西，刚刚被定罪，被顶罪了。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但是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但你们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你讲迄东西，因有人安怎呢？他们已经奉献，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奉献的说，我钱不用再给我的父母亲，了解我意思吧？他们认为不用再供养父母，他们透过说，我已经都奉献给上帝啊，所以我唔免个友好爸母，甚至我个会骂爸母。我就跟你讲，我就已经奉献给上帝，我是要那个跟你饲啦。类似这种的艺术就是说，他们在与父母亲的关系里面不好，可是他们在跟神的关系是好的，反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落差。所以呢，在这让你当了解这项代志，真理人的真理通常是啥？拢是对家己的利益，对上帝的关系咧。上帝真理是咧讲啥？上帝真理恁感觉拢咧讲啥？你们觉得上帝的真理在讲什么？你们觉得上帝的真理是在讲什么？我们认识的福音在讲什么？
无对了。你认为上帝咱认捌的福音是啥？上帝福音是啥？在讲啥？你拢想看卖？想看卖，简单的一字尔。嘿。啊，佮总结，佮较讲较简单的，佮较简单的。上天爱世人。啊，对，安尼尔，疼世间人，疼。但是你会当看到讲，这法利赛人，因所做的、所问的，有足侪项物件，拢是堪疼无啥关系。因只不过是咧找麻烦啊，对耶稣找麻烦。所以咱来了解哦，真理是啥？什么是真理？你有看见教会内底有当时人会感觉安怎？伊会看一个情形来定论讲教会爱安怎做，安尼敢好？若无有听，咱若是看一个情形来定义讲教会爱安尼做，唔通安尼做，安尼我认为这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我认为教会爱用出对疼心来去讲事工啊，爱了解无？我举一个咧，牧师有感觉牧师这几礼拜拢咧讲起，咱的教会若无关心至微细的，才会国中生。咱就是毋是一个有疼心的人，所以教会如果事工，咱若是行去讲看到这个代志，咱行去甲拒绝。这个礼拜二昨天，很奇妙，大家都在忙哦。这些学生他们在做，他们就在这边聚集哦，准备要吃饭。是吃完饭吗？还没吃饭的，还没吃饭。吃饭的时候，他们在抽烟，真的2个，而且就蹲在门口哦。当时候牧师就用广播下来，那个谁在门口抽烟啊？来，赶快！那个我记得应该是嘉伟他马上冲去外面，牧师说我们门口不可以抽烟。后来他们进来吃饭的时候，牧师就下来了，跟这位，刚刚谁在门口抽烟啊？他们说，哦，好啦，我知道了。说下次你真的受不了要抽烟，你去那个停车场，离教会远一点。好，虽然抽烟本来就不要，但是我没有办法马上禁止他。唯一最好的方式是关系还存在，只要你跟他有关系，你就有机会来帮助他；你跟他没有关系，你永远都没有机会。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传福音是在传什么？是传给你认为安全的人的福音吗？传福音不就是传给穷人吗？什么是穷人？心里面穷的人。心智穷的人，内心没有爱的穷的人，这才是福音呢。如果基督徒自己过得好，可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帮助这一些人，你就算在里面做得再好，办得再好的活动，我都觉得很容易，上帝都不喜悦。所以我们要晓得，教会要做对的事情，不要做错事情，方向错了。好，所以那个我相信我们的弟兄我不指明谁我们弟兄这几周礼拜二带着他的孩子一起来，出来哦。我相信我们的弟兄一定发现有很多的值得好好来学习跟挑战的问题，对不对？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智慧哦。可是我觉得我非常高兴的是，这是上帝要在我们弟兄身上要磨练训练他，让我们真实了解传福音真的是不容易，可是神会让我们有智慧，而且我觉得上帝已经在做工，真的在做工。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为这些事情来付上一些代价，你知道吗？假如这位弟兄他学到了这个精神，学到了最后他全家都信主了，我要问各位，那一天是谁比较高兴？我们教会会很高兴吗？我告诉你，他会比我们任何人还要高兴。但是我们其他人呢？我们其他人就是早就知呀，我们学习像一样呢，这回来这团后因为慷慨，你知道我们的信徒家里面还有多少人都没有信主的吗？可是我们的信徒本身都还不知道那个问题点在哪里，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传福音真的很重要。
从我们的心智，从我们的认识神的真理，真的要好好去认识。所以我们在教会带领小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针对福音去传递给每一个信徒，然后呼召引导他们走，我们一起来传福音，来关怀我们的家人。所以传福音，咱咧讲的虽然不是咧讲啊，咱从那边学什么方法，我感觉不是，重要是要有点热情。所以这一次我们也要为我们6月份哦，7月份，6月、7月，我们也跟这个幼语有讲哦，好，幼语也要去哦，好，礼拜一哦，晚上7点到9点哦，不能旷课哦，学到就是你的，好，学到了，我相信神会加倍祝福你。我也相信我们的大桥教会会更多的勇士精兵。因为他们愿意委身，我会做好的物件策略哈。好来 ，OK， 我们回到这边，所以我们知道对教会有莫名的反感，往往是因为他们对真理的不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理怎么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哈。来，我们一起来看诗篇25篇第5节，诗篇25篇第5节。25篇第5节哈，好，我们普遍基督徒往往都会跟神说：“主啊，救我，救我！我规日安尼甲你祈祷吼，啊，你到底有咧搞我？你到底有咧听我祈祷无？主啊，救啊！”你看诗人是说什么？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教我的神，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注意哦，咱要求上帝救咱哦，以前哦，咱来思考，到底你有咧敲锤上帝真理无？我们的信仰难道只是你遇到困难才来求告神吗？好，认识福音的人是你有困难才来求告神吗？来追求寻求神吗？牧师真的很鼓励每一个可能只是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是等到你生命有危难的时候才求告神，才来亲近神，而是要用实际的行动。什么是神的真理？求神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该守主日就要守主日啊，还了解不？好，该亲近上帝，好好啊参加教会生活，教会的生活很重要。好，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会引导我们、教训我们，会救赎我们的神。所以神的真理就是他会引导，他会教训我们，会救赎我们。所以呢，有人会对教会有反感哈，就是有些基督徒哈，感觉看起来不像是被上帝引导的啦，做事情拢靠自己的，有无？讲话自夸，有无？啊，讲话凡事拢安尼，感觉啊，拢无上帝安尼。没谦卑，啊，拢做自大，有没有？这种自大的人都不像是上帝引导的人了，这样懂吗？好，所以什么是上帝引导的？什么是上帝教训的？上帝教示的人，他的人会谦卑啦，人会谦卑啦。好，所以这些话不是这简单的说啊，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我们要学习哦。好，求主帮助我们。好，来。或者看法，我觉得。对教会有莫名的反感，其实是正常的。因为他不认识神，他就是当然与神为仇敌。对，所以他这是第一步。那就是反感是在心里面的。对，所以在心里面，因为他对神的话语、对神的真理，他是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会反感是正常的。就好像刚刚我们这位同学他说，对教会，他会觉得说他会限制啊，他如果限制了我的行为，对不对？好，就好像那个我们弟兄那个新天兄你来到教会参与礼拜2，发现这些学生你会看到很多面向，他们的行为他们是不受控的。可是当在他们不受控的状况下，教会要做什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教会只能够靠子安一个人吗？青年同工吗？不行。为什么？他来了以后你就看到了吧，很多不同的面向。所以我们现在礼拜四，我就邀请子安。我们现在礼拜四每个礼拜都开会，好，牧师带着大家
一起来讨论每一周所发生的事情，然后由我们这些比较稳定的学生要开始被培养出来，遇到什么样子的学生状况，我们就要马上有反应。像我们刚刚这个叫幼红玉，不是啊，你同学碧红哦，碧勇好，碧勇我就说介绍的问题，然后看到人要自我要介绍一下，我就说幼宇要介绍，然后他同学就说幼宇也没有跟我讲，好，你听到了吗？你知道你同学为什么这么说吗？他认为这是你应该要说的，因为他正是我刚刚跟他讲的，你看到牧师看到谁你要会称呼，这个孩子是懂事的孩子，那幼宇他没有告诉他，他的同学就告诉他，没有，他没有跟我讲，所以你要知道哦，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有新朋友来，我拿起自己的手机好像很忙啊，假装有很忙啊，你去注意看看，黑人那做稳定很稳定的学生也是这样，很乖的孩子也是一样，他们会假装很忙，来忽略自己应该要招待他们的，所以招待很重要。招待就是你随时那个反应神经要非常快，好，不是说啊我做我的代志啊，快点刚才有人教我就好，没这样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非常敏锐。好，第二个反感的原因我们一起来看26篇诗篇26篇隔壁页26篇第3节，我们一起来看。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必按你的真理而行。呵，这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啥？我认为有些人对教会的会反感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怎么样？表里不一啊。为什么表里不一？啊，嘴拢讲啥？嘴拢讲上帝在他身上行了很多神迹恩典啊，上帝是个恩典的上帝啊。可是在他身上都是什么？拢讲负面的啦，了解不？拢讲歹听话啦，拢无好见证啊，了解？这叫做表里不一啊。所以呢，不按真理行，真的呢，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呢。连我有些时候，为什么牧师常常在讲台上说，我在家里面有时候那个语气、脾气、个性不好，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认罪。安尼无，咱来认罪。当咱传上帝真理的时阵，咱来知影咱的另外一面是不是真实的？这开始真正讲，我在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着你的真理在行啊。这个是真实的生命啊。所以这句话不是简单的一句讲我就爱学习你的真理来行啊，你的慈爱常在，我要感受你的慈爱，不是那一种感受啦。一种在做虚言的，虚假的，真实的是我们在人的面前，让人家看出我们的生命是表里一致的，迄开始真是袂互感觉反感，还了解不？这就是真理。当咱了解真理，咱就要了解上帝主爱、上帝平安在咱的内底有偌多，安尼有了解不？所以为什么我会讲啊？为什么咱的同工在祈祷拢无困难？你哪个看礼拜日？为什么牧师现在希望是所有的信徒都一起来服侍？因为我要让所有的信徒都去体会。我相信，当我们同工在台上在讲、在祷告的时候，信徒有些人会认为说：为什么祷告没有 power？ 为什么祷告没有真实性？为什么祷告没有感动？没关系，我们让我们的信徒一起来学习，操练。咱大家人彼此互相激励，牧师不是要让大家比较注意咱不是要比较，嘛不是讲咱同工做了不好，是因为我们需要培养出一个互相学习的环境。我们的教会已经不要再像，因为我们的长子在教会建堂期间我们真的是大家疲于奔命大家都很辛苦，所以我们也很感谢神，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加入。新朋友的进来，我们牧师会很期待训练更多、培养更多愿意委身的人。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
第8章。约翰福音第8章39节到47节。这里就很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多基督徒在追求神的真理都忘记了一件事情，这是耶稣很明确的在告诉我们的一段话。39节说，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亚伯拉罕他行什么事啊？亚伯拉罕干什么代志？没对了。信心的代志，按什么代志？顺汉上帝心意对不？甚至将伊的囝安怎要甲献祭对不？好，所以咱知影亚伯拉罕他所行的事是一种信心的态度，信心的行为。好。第40节，他说什么？我将在上帝面前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注意哦，耶稣这句话很重要哦，他在讲的是真理。我将在上帝里面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哎，这奇妙哦。39节，他们说什么？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有没有发现？可是耶稣说：“那我呀，如果你们是你们的父亲真实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话，应该是会行亚伯拉罕这种信心的行为啊。可是我看你们在对待我，好像不是啊，恨不得好像要把我杀了一样啊，对不对？这不是亚伯拉罕所会行的呢，会做的事呢。你们是行你们的父所行的事。什么是你们的父啊？因为老辈相啊，撒旦啊，魔鬼啊。好，还了解吧？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你跟面皮个讲高哦，跟继续安尼讲哦，不要自己还要为自己找台阶下。到底他们是不是真实的？我觉得应该不是哈。可是你看42节以后，耶稣就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有没有？可是你们没有爱我啊，因为我本是出于上帝，也是从上帝出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的。因为这些人他们认为耶稣好像是自己说的啦，自己讲的啦，自己切自己啊，自己去做的啦。好，所以我们要了解43节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好，所以幼语，私欲是什么？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就是说你想要照着你的方法做。好，有时候牧师要你这么做，这样对你是好的，可是你偏偏不要这么做。父母亲要你这样好好念书，你偏偏不要啊，这样子懂不懂？魔鬼撒旦很喜欢做这种事啊。好，所以牧师今天也算给你们听了嘛，对不对？好，今天你是不是也有带一个朋友？是昨天那一个还是今天？是昨天带来的，今天？昨天？哦，昨天。哦，昨天。哦，我觉得昨天那个叫什么？昨天。对，所以牧师很喜欢幼语哈，常常会跟他讨论他带来朋友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做带领人来到教会，那可是他的朋友来到教会，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好好跟他一直谈心，昨天我觉得他听得进去，好，他绝对听得进去，所以他一直在听说，哦，对，原来我抽烟竟然有这么多的问题，好，他非常认真，眼睛都没有离开我的视线哦。我觉得这个孩子他非常专注，所以我们当外面有很多他们对于真理是不了解的，可是当这些人来到教会，我们的信徒却看到他们，好恐怖啊，好害怕，那不是大问题吗？我们要去想说，我们如何靠着上帝的大能去跟他们做朋友，去跟他们分享。孩子啊，你敢知道你今晚在创啥？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你知道我牧师跟他分享说，一根烟，一包烟120块好了。我跟他分享说，如果1年下来，好，1年下来，他可以省到多少钱？你知道吗？1个月1500块，1800块，1年多少？你知道吗？1万多块，19000、17000还18000。4年，他可以有7万多块，省下7万多块。我说你现在是国2，好，4年后你就已经有合法可以考驾照，你可以为自己存了一台机车了。他听到，对耶，他愣住。这个东西不是该教吗？这有讲到圣经吗？应该没有吧？咱在这拢是长辈啊嘞，咱敢有甲因当做哪像家己的囝？当作是亲像家己的囝儿孙咧甲因带。我感觉福音足好的呢，传福音对这的青少年传上好传，真正。愈是大人愈是成人愈歹传，真正。因为安怎？愈成人有足侪咱的妹妹角家庭、工作问题，所以咱来了解关心青少年，真正是教会一定爱去做的。咱得爱互咱的教会行远会当带青年、带青少年，包含你若有法度通研究了解到，要安怎对这青少年来传福音，你的孙会大汉。有一天你的孙会大汉，真做国中生。你有看到即摆国中生拢袂爱跟年长的阿公阿嬷做伙，你有看到无？有真多呢，讲话袂通，要教因对的代志，因听袂落，有无？我感觉咱教会会当伫教会内面做这代志，这真好啊！所以你讲前一阵牧师咧思考，迄当时有20几个这学生入来，咱的教会迄当时若有20个，马上来关心的时阵，迄毋知偌好，敢毋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怕，虽然这些孩子可能我们有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没有在我们当中，可是我觉得不代表他们以后不会再进来。像我们幼语也在啊，昨天风米也有来啊，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要放在祷告当中。好，我们也期待教导我们的同工，教导我们的学生，要学习，要倚靠上帝，不是靠自己，靠自己，克人也倒啦。你靠牧师也会倒哦。你要靠谁？要靠上帝。好，靠神。我也都是靠神，我没有靠自己。我们学习遇到困难都是靠神。好，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带给我们是真理，是生命，是道路。这是耶稣跟咱讲的。好，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咱来想想，跟耶稣基督必然通过上帝话帮助咱，要安怎带出真理的福音？福音是啥？福音就是将真理讲出来。福音是啥？咱就要有智慧，敬畏上帝的人，咱就要有知影要安怎讲上帝真理完命的话。所以我感觉，咱若有法度讲这个话出来，我相信福音会当真做最多人的祝福啦，唔是真做干那咱家己的所认捌的代志。好，刚有啥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其实我觉得，为什么牧师特别针对今天我们讲？其实还有很多现代人对教会有一些莫名的反感，有很多。因为其实这几个礼拜我们的同工告诉我说，牧师，我们的冰箱坏了。你们知道冰箱这次我们请了那个请那个修理冰箱的伊修理了，跟牧师讲的是同款的意思。伊讲啥呢？伊讲牧师，恁的冰箱无歹，压缩机也无歹，是什么歹？是冰箱旁边的那个边条坏了。边条坏了，它的门就密封不住。我们的冷冻库它会滴水，你们都知道这个常识吗？冷冻库哪里滴水要怎处理？你可能想讲压缩机也歹，冰箱歹去，用一句话叫做歹去。然后我们的同工我请我们的总务同工说，同工啊，那个去看一下去请我们要训练同工，我要学习对教会的设备东西要懂得维护。他告诉我说，牧师，那个冰箱久了坏了，该换了。我后来想一想不对，还是请人来看一下。看完之后你知道是什么？他说是边条，那个东西没得买。其实那个很简单，
我们上网去看一下，我看了以后，只要把那个边条用热水浸泡5分钟，泡完以后它就会软掉，它就会恢复原先的材质，然后再把它放回去。因为无输吼，要无营养吼，今麦给你切块的地水啊吼，那个每一台冰箱旁边那个边条都可以把它拉下来，你直接把它拉下来就掉下来了，都是这样，每一台都一样。你再把它压回去就好了，那都是压的，它不是粘的。有些可能会是粘的，比较传统的我不晓得，但大部分你还是可以再把它粘上去。但是其实粘上去只是固定的，好，到时候你以后要拉下来可能会更难拉下来把它做处理。好，所以我要讲的，我要传递的讯息是什么？真理有些时候是人讲的真理，但不见得是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去判断。现在有很多网络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摄取到很多相关的圣经的参考史料，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以当牧师去认识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对教会会有这么一些反感？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我看完，我刚刚跟大家分享18世纪到20世纪这些世代，每一个人对基督教，他们不是针对圣经里面讲的理性的部分，理性的经文不是，他们谈的是神性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谈的是我们的生命怎么去谈论出真实的跟上帝的关系，还有福音的真理，这是咱来学习的。所以咱今晚都不敢讲，拢是大部分拢是没信心，不就是没信心吗？我们不知道怎么讲，然后怕说错，到底该怎么说，我们也不晓得，然后我们就害怕，然后干脆就不要好了，就交给他们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几次牧师也有在观察了观察。其实我觉得不用害怕，真的不用怕。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带领年轻人，甚至是自己的孩子来到教会，那都是一种过程。那个过程，我们一定要经历，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不会晓得那个是上帝要让我们学习的。第二个，那个过程他也会了解，因为就像当时候有些孩子，他们为什么会害怕拒绝福音的关系，这样了解吗？如果我们在对每一个孩子、学生在传，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当然是最好啊。但是问题不是这样所以原则上我们是透过从问题当中去找出答案，从问题当中去找，问题在哪里？什么原因？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智慧。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啦有机会我们礼拜4也非常欢迎，就是新天兄，我们现在礼拜4我们都会一起。我们明天会在牧师办公室里面他们外面会提摩太的同工他们会开会，那我们这几位学生还有愿意参与在关怀学生里面，我们都是7点半嘛子安7点半到9点所以我觉得关怀学生不能没有讨论，因为以前牧师也花很多时间带领很多同工一起来讨论这个东西。讨论久了，我们就会有一些方法，方法我们就循序渐进的改变一些方式，然后就来遵守，那自然就会带出果效。好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有没有问题？针对今天你觉得说教会对教会，就是说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对教会会有一些莫名的反感幼宇有没有要分享的？还是你刚刚这样听牧师讲完，有没有其他东西是好像什么可以提出来的？回答不出来没关系，回答不出来是正常的。因为你在教会比较少接触到，甚至你在外面也很少听到这种问题。那这些东西是需要慢慢让你去思考。我们在教会里面人要有智慧，一定要透过问题的思考。我刚刚在讲的，最后在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去思考。你刚刚讲，我觉得我都没有想过的问题，那个就是让你思考的问题。思考久了，你就会找出答案，答案就成为你的智慧。这样懂了好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做今天这部分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为自己能够在神的真理里面，能够带出有神的信心，带出有神所给予的盼望。
要传递神的真理，不是只有牧者，每一个爱神的人、爱上帝的人，每一个被神所呼召拣选的人，我觉得我们都是上帝的代言人，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注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学习把生命摆上，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更多我们对神你真理的认识与了解，我们要明白，我们不只是认识神你的真理，享受神你所赏赐的慈爱，我们更需要学习将你的话语能够转变成为我们生命的实践的行动，将福音传递出去。主啊，神你的真理就是爱人的福音，爱人的福音我们需要更多的行动，求主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盼望，教导人，帮助人认识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谢谢你再一次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在神你的恩典祝福的道路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有些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如何面对我们生活生命当中，以及在面对传福音的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难该如何解决，但我们求告神，因为你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学习敬畏神，我们不仅要得着智慧，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如何传福音的智慧，教导我们如何爱人的智慧，让我们学习在爱人当中、关心人当中，能够传递神你福音的真理。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走在神你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也让你的教会成为传福音祷告的教会，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在我们当中能够受到牧养、受到装备、受到陪伴与关心，也让这些年轻朋友让他们的生命成长的道路上能够得着更多的智慧，在社会上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容神益人的生命在他们生命当中。谢谢主，再一次将我们的教会，将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所学习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成长，有智慧的心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周三晚上8点到9点，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期待你能够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学习成长。愿你平安。